氣球㗎，你哋鍾唔鍾意玩啊？我就鍾意紅色嘅氣球，好似蘋果咁。我鍾意藍色嘅氣球，好似天空咁啊！唔知你哋鍾意咩顏色嘅氣球呢？聽到啦，聽到啦！我哋今日會講一個故事，係我的氣球呢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開氣球，藍氣球，黃氣球，綠氣球，橙氣球，白氣球，氣球飛走了，唔使驚，我有魔法杖。吹一大氣球，吹呀吹呀吹個大氣球，扭啊扭啊扭隻大花貓，吹呀吹呀吹個大氣球，哇！送俾你。鍾唔鍾意我哋送俾你哋嘅氣球啊？我的氣球呢？我的氣球呢？作者江李志豪，插圖洪波，青田教育中心。紅氣球，藍氣球，黃氣球，綠氣球，橙氣球，白氣球。氣球飛走了。請大家跟我哋朗讀一次故事。我的氣球呢？大家準備好就開始啦！我的氣球呢？我的氣球呢？作者江李志豪，插圖洪波，青田教育中心。紅氣球，藍氣球，黃氣球，綠氣球，橙氣球，白氣球，氣
氣球飛走了。大家同朋友仔分享下玩氣球嘅經驗啦，拜拜。